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2天，你敢有看到一条新闻？加沙一个病院，一个妇人人，甲一个爸爸抱着一个囡仔，共受伤，而且去互以色列火箭来伤亡500人，这敢是真的？战争爆发第10天，双方伤亡180多人，4个元首飞去接重人啦，感觉再停火、再谈判，一而再、再而三，命运的锁链是牵袂煞。到底中东这摊是要安怎来解决？今仔日咱来讨论。首先，小解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东政治经济学家，那么老中定。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宾好。那么第2位，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的研究员林正义，大家平安。第3位，全球防卫杂志主任陈国明，主持人好，大家观众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到底即摆进行到倒位去？美国总统拜登去甲访问以色列，那么讲到加沙地区的这个病院受到轰炸，是武装分子无细字射着火箭弹去拍着。另外，以色列的总统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呢，纳坦雅胡嘛讲同意经过埃及甲人道物资送去加沙的这个地区。美国总统拜登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承诺提供加沙甲西方1亿美金人道援助，强调犹太族的手法对病院爆炸案用恐怖分子的字句。纳坦雅胡伫坚持人道物资卖回以色列紧急的打算之下，迎接到埃及，除非哈马斯撤防前进。My message to any state or any other hostile actor thinking about attacking Israel remains the same as it was a week ago. Don't. You are a Jewish state, but you're also a democracy. And like the United States, you don't live by the rules of terrorists. And when conflicts flare, you live by the law of wars. The vast majority of Palestinians are not Hama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we've seen to date, it appears the result of an errant rocket fired by a terrorist group in Gaza. העברתי בפני הנשיא ביידן 3 דברים. אנחנו דורשים ביקורים של נציגי הצלב האדום אצל חטופינו. שלישית, לא נאפשר סיוע הומניטרי של מזון ותרופות משטחנו לרצועת עזה. 拜登这段本来是平息这地区的不安局势，不过在病院爆炸案了后，约旦取消甲埃及、甲巴勒斯坦的峰会，也伫登去美国中途伫空军1号顶悬干讲电话。去1天，加沙继续传出更较侪爆炸，被公布病院被炸的影像。巴勒斯坦人认定就是以色列做的，以色列了后公布无人去为民自称，怒火伫中东滚架。西方埃及、突尼西亚、约旦甲真济欧洲大城，比如伦敦、柏林拢有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支持哈马斯。以色列死掉依然是讲出真坏话。پایان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伫黎巴嫩贝鲁特北部，美国大使馆有示威抗议，以色列驻阿根廷大使馆外口接到炸弹威胁。为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世界各国领导人拢谴责爆炸案，不过拢无讲要追究责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观众朋友可能会感觉讲中东战争吼，譬如讲你是阮这个会所的人，拢自细汉就听啦，尤其亲像咱林老师这种吼，这种先觉级别吼。已经是对读册的时阵呢，一定知影这中东战争吼。所以咱今仔要问的时阵，唔是问讲伊当时的结束，是讲即摆是要安怎结束？唔是讲咱真悲观啊，是讲这项代志是真复杂。但是要来讨论意义是啥物？有2个，第一，就是在这国际政治之下，大家咧想啥物？有通对咱台湾有啥物帮助无？第二，这也就是讲。在战争以外，还有一个所谓舆论啊、新闻战，譬如讲，咱他所看，迄病院去用炸去，头一个时间 BBC 就大北的来报道，讲这以色列炸弹，但是咱是凭良心讲，咱做新闻出身的，伊无去查证，伊敢去取到这个哈马斯的讲话，其实后来才知影讲，嘛毋是哈马斯弹的，是另外一个学者。去弹的，
所以哦，这个新闻战嘛真重要，外交战更加重要。咱来看这图表吼，联合国的秘书长讲吼，中东是侵淹边缘呐，哈马斯应该释放所有的人质，以色列应该人道援助进入加沙。美国吼更较趣味，伊否决安理会停火声明，理由是讲，恁大家无决议，无指出讲以色列自我防卫的这个权利呀。这小等要请这个林老师来讲。而且拜登咱睇看的新闻大，吼，就开始做中人啊，吼啊，但是拜登啊承诺讲会提供巴勒斯坦的1亿美金的援助啦。这双边拢安尼啊，啊，刷来后面讲后要求哦，永久停火，提供75000块的这个7500万的这个欧元的人道援助。中国外长王毅讲，爱根本来解决以巴的问题，只能够登去到1945年的两国方案啦。这讲甲真理想啦，吼！而且伊朗也讲，以色列无停止战争罪甲种族的这个灭绝的行为，局势的失控。抵抗电线可能对以色列发动先制攻击。老师，你也去伊朗去留下过，拄啊才对伊朗转啊。是。伊朗敢有可能？伊朗这次我去的状况，我看到是。研究伊朗32年以来，其实经济状况最差的一次。那而且它的那个年轻人的失业率应该达到40%，通膨达到65%。而且我们现在在说前一阵子换俘跟美国换俘所谓的伊朗在南韩的银行里面的60亿美金要还给伊朗，其实我昨天才问我朋友伊朗朋友说他们真的还了吗？其实还不确定真的有没有还。所以以目前来说，伊朗内部的状况，自己的经济状况其实并不好，而且还有就是2022年的时候，他们9月的时候因为头巾事件，造成伊朗非常多的妇女还有人民走上街头去反政府。所以我这次对，所以我这次去看的时候，其实你在德黑兰的地铁里面，你看到差不多有70%到80%的女生已经不戴头巾了。那在南部的色拉子比较保守的地方，50%的女生走在路上不戴头巾。那以前2022年的时候，其实不戴头巾的话，他们是派军队直接对，所以而且还杀了500人。逮了2万人进监狱，可是人民还是走上街头去抗议。所以我这次去的时候，发现伊朗政府不敢派军队去镇压人民。开始变化。开始变化。所以你讲今麦大家认为说伊朗会介入，其实我们现在只看到伊朗只是先送他的革命卫队到黎巴嫩、到叙利亚。可是伊朗自己本身有没有这个能力介入这个战争，我持非常高度的怀疑。对，所以这伊朗这边啦，但是实际上有支持哈马斯的伊朗、叙利亚叙利亚啦北韩，个北韩啦乌鲁丹啦约旦啦、库威特、科威特、卡达、伊拉克，但伊看起来会当出棍的、出手的，看是伊朗叙利亚，叙利亚嘛是，我看家己嘛是100是。这我来请教你们老师，拜登。去否决这个安理会这停火声明，是素来美国就是讲，我就是老大听我做就好啊，还是讲伊有啥物特别的这个原因，还是讲伊自来？其实我也知影讲，这个哈马斯每年固定拢有对这个教科文组织去得到帮赞，迄唯一关注教科文组织的，就是美国啦。到底美国是咧算啥物？林老师，过去以这个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于这个以色列的一寡决议案，美国大部分都是否决啦，最重要就是讲1948年以色列独立以来，周围的阿拉伯的国家无来承认以色列有生存权啦，那无要互伊建国，所以1948年以来的一大堆的战争会开始，
所以即届就是讲安理会的决议啊，阮来讲到即个以色列即个自卫啊，吼，无讲到以色列对自卫权。啊，另外来讲对这哈马斯吼会追究啊，吼。当然，阮有谴责啊，谴责这哈马斯的目的的攻击无毋对。不过，咱会记看起这个过程内底，吼，以色列拄啊要开始要来从这个哈马斯以这个加沙走廊，伊的一寡这个有生的一寡战力，吼，还是伊的军队，还是伊的这个战斗人员，伊的武器，那个消灭，要来消灭。所以并不是讲美国来否决这个决议案，就表示讲这个美国要来徛这个巴勒斯坦这个自治政府这边啦吼。咱知影来讲，头就有讲到，就讲1亿个美金，1亿个美金为这个埃及来入去送入去北上啊，埃及北上来送入去这南部的加沙这个走廊吼啊。当然就是讲，这个阮也有埃及爱相当的支持啊，吼，咱看起讲，即届的战争啊，甲过去较无共款的对。过去是以色列甲阿拉伯国家，吼过来来讲，以色列甲这个巴勒斯坦，但是这巴勒斯坦这个政府啊，有两个部分啦，吼，这个是这个极端的，就是讲即届这个哈马斯。以这加沙啊，另外就是讲以这个约旦河西岸的，这个法塔，伊比较温和派的，这个是一点介重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讲，2020年以来，因为这个川普的竞赛，伊做足侪外口的工课，所以以色列会当甲足侪阿拉伯的国家，唔惊这个巴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苏丹、摩洛哥都更高啊，吼这个是2020年以这个以前甲约旦啊、甲这个埃及啊，所以就是讲要全部阿拉伯国家来支持这个哈马斯，这是无可能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因为破一半，咱即摆看了差破一半个。对啊，而且就是讲这个拜登有讲到啊，讲到就是讲这个那像是。对美国的911啊，共款啦，15倍啦，15倍，就是讲以色列的领土甲美国领土来相比啊，差不多15倍这个强度啊，所以咱会当去看到就是讲以色列有若拄到足大的条件，因为比如讲头先主持人有讲到，这个新闻战还是宣传战。还是假气息，我都以盖地时间来查证，所以和这个拜登去这个以色列，普通来讲，这美国总统不会讲战争期间要去咧，个时间佫有公布，而且唔是讲这秘密的，但是伊无成功啊，无成功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个加沙这个便宜，这个便宜，佫有足侪这个。西方的媒体都讲到，这个是以色列所做的，但是咱即马知影就是讲，有足侪经过这个检证以后啊，就是讲，不要讲这个飞弹啊、武器啊，还是火箭，都袂就知影就是讲，这并不是以色列，老师按你简单讲你感觉拜登这样的去，另外进前还有其他的元首去你感觉这会停起来袂？伊袂去推进着这个部队、地面部队去到加沙。这个对以色列来讲啊，以色列当然有这种能力啊，但是以色列过去并不是讲无有这个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来听一寡伊应该爱去报复的代志。咱在这个1991年这个海山伊拉克。对这个沙特阿拉伯加这个以色列会矛对会弹的攻击，但是落尾是为沙特阿拉伯来报复，以色列是受到攻击46枚的会矛对会弹，但是以色列以这段时间
以美国的压力之下，并无讲将这个战争受到这个攻击来扩大，所以爱有相当的压力啊，吼，相当的压力。这个纳坦雅胡，我想伊有足侪国内外的压力，吼。这小等我才会请教着老教授啊，我先知影讲哦，到底因这以色列这地面部队吼是会推进无？还是讲即摆大概已经怎么样3、4天啊呢？吼啊，但是因咧地下地道嘛真济呢，到底即摆大约啊情形下来，主任你讲吼观众朋友听。咱即摆是足麻烦啦，以色列吼，伊是讲强着清了啊，莫讲着强吼哈马斯吼攻击了，伊先出动伊空军创啥？甲所有的炸的物啊，拢甲牵炸弹，吼，炸弹几枚，6000几枚哦，6000几枚飞弹拢牵着，对，拢啊甲牵着，牵了后，即摆佫甲地面部队哦，甲动员偌济人，10万人、30万人有无？吼，有咧创啊，踢咧伊的边界所在，先甲踢着，吼，因为遐漏坑啊嘛，吼，先甲踢着，但踢着了呢，准备要入去，啊，毋过入去即摆就有困难。足侪以色列平民，也是讲百姓，向掠去做临时啦。好，临时了，你若要入去，啊，人甲你抬是要安怎吼？伊即马所以以色列政府足麻烦，讲你要入去吗？啊，你去啊，到时阵迄临时向抬是，啊，你要政府要安搭？迄搭袂起的，迄人足侪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吼，哈马斯吼，这加沙这个走人的所在吼，因诶人足巧的创啥？啊，你天顶无法度藏下骹，吼，这就是地道吼。地道了，其实咱本台有记者去过，吼，有记者去过，啊，有诶新闻台嘛去过，哦，去过这是吼伊诶录影诶野大吼，你会使看到这哦，这就甲咱诶地下迷宫共款哦，伊会使藏一下吼，藏一下你袂当袂记哦，10600越南战争，美国是安怎拍败的？吼，是毋是讲越南诶民众甲越共？美的地道，啊，美的地道你要安拍？吼，你美国控制平面，啊，你下骹咧，哦，你下骹在走来走去哦，所以咱看足侪越战的电影，吼，咱看伊到底是越强，还是越南兵民，你毋知，吼，甲要来判断，啊，要判断是讲，啊，你只要去百姓，你摕到枪，啊，你就是越国，我都甲你拍，啊，即摆就是共款吼，哈马斯就共款，啊，你提枪的就是歹人，啊，你也无提枪的。所以如果若是指挥官，你要安怎拍？但命令互你就是讲，哎，叫伊交出人质，啊，叫你爱前进，叫你爱拍，你要安怎拍？这是足麻烦，这不只是指挥官吼，爱讲一般的以色列士兵，吼，这士兵嘛是拢20几岁少年囡仔啊，少年囡仔讲，啊你到底这是兵民还是有的是囡仔野枪，吼，所以你要拍坏，吼，所以足麻烦的，啊，毋过啦，咱按照军队的要求讲。司令吼，喊你拍你就爱拍，你袂使讲你无拍，你若讲无拍，这就是讲士兵的训练失败。啊，毋过你爱想讲，这士兵嘛是20几岁的囡仔呢，你20几岁的囡仔要拍10几岁的囡仔，你拍会落吗？吼，所以这士兵的心理建设吼爱足强的，无你拍袂落啊。所以咱莫先讲这司令官的问题，讲是迄士兵的问题，这问题就足大条的啊。哦，所以要入去地道战，还佫真拼。还佫真拼，所以我感觉讲吼，可能哦，这个可能领导救援的物资入去了吼，可能会释放部分的一些人质吼，可能老人啊或囡仔吼先放出来吼，剩留一寡吼较少年吼去做人质，迄古早拢有。安尼听起来敢若部队他迄惊一直炸安尼秀掉安尼哦，是不是安尼？老师。目前为止啊，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它的地道，加沙走廊总共365平方公里，它地下的地道达到500公里，就是500公里啊，其实等于下面整个都挖空啦。有一些都是25公尺之下的东西，所以你真的要炸它没有这么容易。可是你说。那个内塔尼亚胡要不要打？他一定要打，因为他如果不打的话，他没有办法对他的人民做交代，他没有办法做交代。而且内塔尼亚胡他其实如果没有办法做交代的话，他之前的官司缠身，他的贪污腐败的那个官司一堆，而且他等于是对他的朋友。准许他在耶路撒冷的山上盖了很多豪宅，这个东西他只要一下这个位置的话，他立刻
很可开，而且以色列的之前的总统、总理很多一下台，全部都是关到监狱里面的。所以内塔尼亚胡非常清楚的是，他如果延续这个动乱的话，他可以继续留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你看到他这么多年来，20几年来，他是一个老狐狸的政治人物，所以他没有这么容易就不打。那不打之下，他最近跟美国，其实以色列非常厉害的是，透过美以公司委员会，就是在美国的游说团体的时候，他让美国参众议员通过法案，每一年给以色列38亿的军事援助。现在以色列是要求要100亿，而且未来他之前的通过法案是未来10年给他380亿，他现在马上要100亿，嗨，所以这个东西你说美国要付出多少的代价，以色列才会愿意停？这个都是在谈论钱的问题，所以两边都是。你说美国只给巴勒斯坦1亿算什么？1亿在这相对之下算什么？你那个以色列要的就是100亿了，而且你要我停可以，而且以色列的那个政治人物来说，内塔尼亚胡他是可以衡量局势的。你如果愿意给我到多少，所以我们现在就会看说，欧盟跟美国可以拿多少东西去跟他换，他才会愿意停下来。而且他也知道，现在他如果没有先用炸的空袭炸的话，他如果一进去的话，巷战会死多少的以色列士兵？家己的囡仔死，家己的囡仔死做这啊，他就会有很大的政治压力，所以他没有这么傻，他一定先用炸的，炸到你没有办法反击的时候，他才会那个军队才会真正进去，而且他军队一定会进去，因为他要给人民交代，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验嘛验100，爱验100。林老师，他昨老师啊讲就讲，以色列算作是美国的战略伙伴内面头一级的哦。咱顶摆有这个节目内面有讨论过，讲咱台湾即摆提升甲准战略伙伴，小咱主任嘛会当讲者，这到底是啥物情势？讲了，咱观众朋友听讲，会当来38亿啊，每年会当偌济，随时都要摕落有安怎呢？这个拜登这届就讲到吼，讲到讲美国加以色列中间啊两个国家吼。无任何的分歧啊，吼，这个用的英文的 daylight， 白日的太灯光啊，吼但是咧美国讲可以的讲，美国跟以色列是完全都会当来分享啊，没有任何的分歧吼，所以咱看见这个安理会的决议案和解吼。就是讲，对于美国来讲，以色列的重要性，的头这老教授所讲的，因为美国的国内有介强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团体，当然台湾是被认为第2位啊，跟以色列以后第2位。对于美国来讲，即马就牵涉到，即马是政府，美国的政府有45天。到11月中，按讲这个无来拍破这个僵局，就牵涉到政府部分的关闭啊，所以以这个过程内底，要讲到对以色列、对这个乌克兰、甲对台湾3个国家啊绑做伙，要要求1000亿的美金啦，1000亿的美金有乌克兰。有这个以色列，有台湾。当然讲，即摆美国政府的做混乱，不过，对拜登来讲，这个是足重大一个挑战啦。两艘航空母舰的作战群，以这个东地中海，咱在一个1996年，原来是2艘航空母舰的作战群啊，即独立号，即个尼米兹号。为这波斯湾来到台湾这附近啦，吼。不过，对于美国来讲，这届拄到的条件，唔是讲前所未有的条件啊，并唔是啊。我头先已经讲过，就是讲有足个阿拉伯国家甲以色列已经建交，而且这建交的时间是2020年，所以早前啊啦，所以你无法度去拄到过去
全部拢甲你反对的，都结合起来反对这个以色列。当然讲对这个以色列来讲，伊这个加沙这个军事行动，伊一定会受到一寡限制，吼，伊这限制，这限制就是讲你人道的考虑，爱将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哦，要把它剥夺掉，哦，要让它没有，但是你又不能，个别当讲完全都无顾到这个一般的百姓的安全，所以足困难的军事行动，吼最主要的考虑来讲，这个一般的平民爱受到介少的伤害，这个是美国，本来是欧盟国家。其他的国家都完全都共款会考虑啊，所以虽然讲会当我那共款爱入去这加沙走廊，但是最终的目标啊，并不是讲要将这个哈马斯100%杀回海对，但是上少啊哈，会当8-90哈，互伊力量完全都无去。是，主任。但听起来吼，老师啊讲，林老师啊讲，这一定要推进，要入去加沙。但即马已经轰炸到差不多6000粒安尼，吼地道，那即马要推进，家己佫袂当伤亡。哇，这外科手术啊，真精准的。过去有种例无，还是讲你认为以色列的这力量有能力通做到遮？即摆是较困难，所以较困难。如果无管你是360平方公里，还是讲30平方公里吼，人拢爱入去吼，人拢爱入去吼。英文叫 occupy 吼，那中文叫占据。啥意思？你就是爱攻占，还要加固有吼，就攻占。你听我就攻占，所以。为什么爱地面部队？唔是甲你拍死啊！你走了，我来停掉。对，迄就攻占，就占据嘛，吼，占据，吼，占据。你爱拍入去，个甲这土地围起来，创啥？看内底是好人啊，歹人有人爱救无？吼，先安讲，吼，这就是地面真的复杂，更加困难哦。这一定有死伤，吼，一定有死伤哈。那毋过呢，你爱感觉讲吼。以色列吼，伊感觉讲，你若死一个以色列人，伊可能你10个人赔命。吼，因的观念是安尼哦，伊观念是安尼，种你以眼还眼嘛，吼，以眼还眼。所以以色列吼讲较歹听，伊是足强的，吼足强的。毋过伊的战斗力嘛是足强的，所以你若要拍入去吼，绝对有可能。毋过可能还佫等一段时间，吼，即摆创啊，甲你互你无水，互你无电。吼，无网络，对，无网络，所以加沙所在吼，拢互你像互你无水无电，伊基础的建设吼，大部分拢是靠以色列过去的嘛，吼，即摆互你无水，吼，互你无电，吼，你病院嘛，你讲无电，无法度救人，伊无无甲你救人啊，伊就讲哦，我互你无水无电要创啊，第二步就是开始要搞在进攻入去，要攻入去啊，吼，咱看电影嘛是共款啊，电影向咱向歹徒哦，要去派人掠去，警方嘛是。断水断电啊！吼，你感觉断水断电，所以军事嘛是安尼，看军事嘛是安，毋过可能爱佫等一段时间，吼，等一段时间，对，等像讲，看这人道救援的物资吼，看会使入去哦。甲你换嘛吼，我互你这物资吼，这加沙的平民吼，互你食，互你穿的，看你哈马斯会使态度会放软哦。你若放软，可能吼，这人质吼，佮慢慢放出来吼。讲较歹听就看上冻较久。哦，冻较久这嘛是一步哦，吼，这嘛是一步。你话说冻较久嘛一步，那冻愈久的话，其实以色列政府伊的成本会愈来愈悬啊，吼，伊的反射伊的趁机甲美国说讨较济，讲哎，你较济援助互我嘛，吼，你什么物啊互我，你新来武器哦，输送互我嘛，吼，这是拢有可能的。我是感觉讲，可能要等一段时间。这听起来对以色列来讲吼，是一锅三全。拿人亚尼好吼，伊有通啊保全伊家己的位，吼。对国内有通交代，对这个哈马斯有100个签别，所以哦，其实进前开始发生的2-3天的时候，我有读这个阿拉伯文的这个新闻吼，顶头有人写讲，这是以色列挑工的，无哪有可能的谋杀，拢完全失灵，完全阮埃及啊，阮misra吼，拢已经今年1月份、2月份就甲恁通知啊，讲哦，就要安怎，恁拢挑工拢讲无，耳孔拢塌起来。老高秀，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刚刚林教授说的哈，其实我们最近看到美国又在安理会否决了
联合国安理会要谴责以色列的不人道的行为。其实如果说真正查历史的话，从1972年到2021年，美国为了以色列在安理会已经否决了53次，就是每次以色列只要就是侵犯或者屠杀巴勒斯坦人的时候，安理会提议要书面谴责以色列的时候，美国就否决，所以这个就不能记载在联合国的历史里面。那这个东西，这件事情，其实在阿拉伯人里面觉得，你美国都是站在对你美国都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所以你看到美国拜登要去约旦见约旦国王，约旦国王直接就说现在没有什么好谈的。可是你要知道，约旦是一个国家的财政，一年到10月份的时候，他已经没钱了。他是要到欧盟、到美国去要钱的人，对，不是救济，是爱情，爱情边喊。所以约旦国王敢这样直接不见拜登，你就可以想想他国内的压力有多重。因为我们现在来看，所有阿拉伯国家，很多国家都不是民选的统治者，他还要顾虑到说，我这一边要顾到美国对我的王位的支持，这一边要顾虑到人民走上街头对我的压力，所以他们现在你看到大部分的压力是人民的压力大到，其实我们早就知道，沙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在私下在谈论有没有可能的未来关系的走向，意思是说建交就像刚刚林老师说的，那个阿酋大公国苏丹都已经跟他建交了，其实。沙地是非常有可能跟他一建交，其实巴勒斯坦是没有什么机会的。那在这边以后，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我们回头来看，巴勒斯坦人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其实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巴勒斯坦人也非常清楚，他们在不做任何作为的时候，人民已经太久，阿拉伯人已经太久忘了巴勒斯坦人了。所以巴勒斯坦人这一次的事件，造成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其实是对国王对王室施压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沙地的王储立刻就说，我们现在跟以色列没什么好谈，这已经公开的事实，没什么好谈。那还有就是像约旦，你若人民65%是巴勒斯坦人的时候，走上街头，对约旦国王的压力有多大？对这些所谓的中东的统治阶层，没有一个很少是。真正民选的统治阶层来说，这个都是压力。所以你说现在拜登要真的要做出可以那个调停两方面的事情，我觉得拜登真的很难，因为一边是沙地人民的压力，一边是以色列这边的压力，而且一边是所谓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对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影响，推波助澜，影响学界、媒体界的压力。那是安呢？美国人即摆手头有诶，我就是钱啊，是，我就是这边你50万，迄边50万，恁大家夫妇诶，退出了，搁定来，毋就搁再一处重演，敢搬连续剧。所以你看到从1948年到现在，不是都这样吗？就是完全无法度解决了呀。而且还有就是说，你就算这一次以色列真的打进加沙。清了大部分的哈马斯，问题是，你看看，当时候1948年的时候开始，150万的巴勒斯坦人，70万逃离外面，70万留在当地，你有多少的亲戚朋友是被炸死的？那个恨不会消。今天就算哈马斯被消灭，还有9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是只有法塔，法塔现在是一个非常。这小停下，这来给观众朋友就了解一下哈。法勒斯坦哈，伊的即摆执政党哈是嘛不是讲执政党啊，主要统治者是这约旦河西岸哈，叫法塔哦，这正宗的过去阿拉法，因这其他还有9个，对，还有9摊了对啊啦，对，大小小无共款，无共款。哈马斯是1987年在加萨兴起，因为他觉得法塔阿拉法特领导之下的那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腐败了，所以他在2006年的时候，他们选举的时候，其实是整个民主选举是哈马斯选赢的，可是
法塔当然不愿意放弃，因为以色列觉得法塔比较容易沟通而且比较容易收逃。他美国也给法塔一些好处，所以阿拉法特承认以色列，所以这个在这里面是错综复杂的。那还有就是法塔的贪污腐败，在阿拉法特死掉的时候，他的私人账户里面有5亿美金，他的遗孀说这是他赚的钱。所以 BBC 曾经做过一个特别报道说，里面挖出说法塔里面到底有多腐败。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的话，以色列对加萨的断水断电，你可以想象，没有打之前，我一天就断你水断电12到13个小时。那断水随时断，而且你随时，我如果觉得今天糖是一个战略物资，我不让你进去就不让你进去。那加萨走廊是一个365平方公里被8公尺到10公尺高的围墙围起来的一个地方，总共本来只有7个关口，现在只有3个关口是开放。开放，嘿。对，那2个是在以色列的边界，一个是在埃及的边界，所以你这个东西，你只要一再的围它，其实他们已经被断电，每一天断电12到13个露天也嘎啊。是，所以你觉得巴勒斯坦会不恨吗？而且你就算是哈马斯被整个消灭的时候，那个恨还在巴勒斯坦人身上，不可能就这样就停掉。我听起来就悲观的，林老师，这听起来吼，美国这边手头的工具就是。你拜托你好心者，你这摆听我的，你就莫搁进攻啊！我给你钱，我给你钱，啊，甲哈马斯啊讲，我给你钱，你搁好好吼去呼呼的笑笑的。除了安尼，敢若其他的方式无吗？敢无其他方式？这个哈马斯是一个恐怖啊！咱看10月7吼，这是完全是恐怖的攻击啊！哈，所以对美国对以色列来讲，我都来容忍这种。军事是的行动，所以要安怎来解决？要安怎来解决就是讲，领导的问题爱考虑，像即摆做的，另外就是讲爱来消除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战斗的能力啊，佮第3部分就是讲来争取这个法达，这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这个。温和啊，较温和吼。咱头先讲的这加萨，去加萨，360平方公里，台湾差不多1%啊，吼，人口差不多台湾的1/10尔，吼。但是以这个约旦河西岸、约旦河西岸，差不多有5500平方公里，遐大部分全部都会使讲是大部分啦，无来。支持这个哈马斯的，所以按哪来利用这个约旦河西岸，对以色列来讲，原来是足重要。就是讲，即马爱将这个传播的焦点放于这个哈马斯，分化这个巴勒斯坦，莫有其他阿拉伯国家夹做伙来对这个以色列发动军事的攻击。比如讲，黎巴嫩的南部真主党，叙利亚，麦加利，伊朗，麦加利，伊朗即个就是讲，美国原来有足侪进步，就是讲，伊朗并唔是讲，回头就开始来支持这个哈马斯，来攻击这个以色列，所以这伊朗的动向足重要，但是以伊朗的动向以前，叙利亚。甲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因的决定这个纳坦雅胡伊做的这个策略，原来是足重要。纳坦雅胡有足侪的情报的错误，比如咱头就讲了10月7号攻击6点半早起，6点29啊，伊收到简报是6点29啊，伊10月6号，以色列。有这个国安局辛贝特，个另外有这个国防军事情报局，摩萨，摩萨是比较是那个特务局，都有3部分，其中有2个部分，就是刚刚有
无共款的一寡即个行动已经开始准备，吼，但是因并无来提高以色列的南部甲即个加沙。所以老师，你认为这以色列调岗的吗？我是毋是讲无认为讲伊调岗啊，因为即个代价吼小过大，吼。啊，咱知影来讲，对咱来讲，就是讲即个节日啊，即个是祝棚节，吼，祝棚节就是讲，咱像讲，你有一个水泥洋房啊，但是你纪念过去啊，因为你出埃及，吼，啊，你有受到足济的辛苦的所在，吼，你来纪念伊这辛苦的所在，你有即个上帝的保护，所以是祝棚节一礼拜。10月7日都要结束，大节日啦，系，所以伊即个节日要结束的时阵，吼发动即个，会使讲是成功一届的奇迹的军事行动，吼以色列就着会使讲1948年以来，吼单日伤亡上大的，伤亡上大，所以对即咱知来讲，对以色列、对美国、对欧盟来讲，吼。足大的挑战，但是并毋是讲像过去共款安尼啊，全部即个以压。所以老师，你感觉可能还佫有通解决啦？我是认为还佫嘿，有通上无会当小动起来安尼啦。是。这我要请教主任吼，你看咱这图表吼，这以色列甲加沙走廊吼，这边境的关节，可能观众朋友无法度料想吼，这个吼加沙的走廊吼，安怎创呢？这边界，伊这围墙吼。下骹是孔骨力，啊，吐落去地下吼6公尺，吼袂当互你种地啦吼，啊瞭望塔中啊有一个铁人啊，这我有去行过呢，这我有去行过哦，吼，啊这边啊吼，这禁区，这要瞭望塔，知影你搬起来，我佫买互你去，我瞭望塔，啊这100到300公尺是最熟的人。才会当入来，吼啊！实在讲，也无啥物事当我做啦，吼。这边境的关界，吼，这是足长的呢。即马以色列对着加强了后，你认为因刷来这个军事行动是要创啥物呢？头拄仔咱无讲到，用对着这个地道，还是讲入去？是我有看到因咧大的这个杀土机吼。杀你一直杀你，这是拢加强武装的迄个杀土机，啊，佫有其他的物件，你有准备其他的物件互咱看？咱来讲吼，咱即届讲哈马斯吼，不管吼伊用啥物方式咯，拢是完成伊的突击的目标吼。咱看吼，这个当初的时阵，一礼拜之前吼，伊用啥？伊用飞，吼，用飞就是讲这是毋咱佚佗的物仔吗？就咱佚佗的物仔，伊内底啥？唱2个人。唱2个人吼，伊在飞天种地，吼飞天啊，飞天还袂种地，吼种地是讲迄地面部队吼，飞天了后伊飞去伊个发生伞吼，伊动力哦，会使飞去哦。对，咱即摆伫万里啊，有人看迄话，人去起飞啊，对，这叫轻航器吼，轻航器就要飞过伊个围墙，你偌悬拢无要紧，飞过去吼，用空中的、海面的有无？有吼，有一寡快艇吼，啊地下有，伊就用迄杀土机。甲海围墙杀去，吼杀了，甲人挖入来，所以代表讲陆海空军3个拢有，或者代表讲哈马斯伊有准备哦，伊有准备，咱讲伊到底是啥甲教的吼？这咱来去讨论哦。咱第2点补充的是讲，不管如何啦吼，就讲这是以色列的情报失灵吼，情报失灵哦，为什么讲失灵哦？你袂使用你的人命做代价，吼，无管你死1个人、10个人，你若死1个人，拢嘛是。情报失灵吼，那情报失灵，咱会感觉足奇怪，讲以色列毋是讲即无人机吗？吼，无人机呢，伊拢一年趟天拢踮天顶飞嘛，你拢看有嘛吼？啊，伊如果听有啥物事？伊边仔的高地拢有迄钢听站，吼，拢听有。你讲啥吼？你啊哈马斯，你也要用手机啊，伊拢听有，吼，伊拢听有啊。啊，为什么你哪会过去用突击呢？这代表讲吼，你人的情报吼做了无好，啥物意思？就讲你的讲。敌务，也是讲你的线面吼，你无拍入去，你无拍入去，你无法度知影讲伊哈马斯当时要发动攻击。啊，毋过即马吼，人有伫讲吼，以色列吼，毋是讲情报无，是情报足济，啊，毋过是领导阶层无你相信啦，无你家己唬人讲啊，你这小团体哪有可能会使甲我拍？
这就是信号，吼，信号就讲，这个1941年共款，美国无相信讲日本会使拍珍珠港嘛，啊，个人真正甲你拍吼。咱看吼，咱的台湾的抗争嘛是共款咯。1930年吼，日本嘛无感觉可能讲啊，这咱的反啊，那会使甲反抗吼。咱那个看种哈马斯讲，该咱该射出5000几名的火箭。吼，就种欠的嘛，吼，咱来看，咱一部电影叫《赛德克巴莱》，吼，迄头部毋是讲扣番仔火，你过去哦，吼，扣番迄慢慢扣，共款的，哈马斯嘛是不管是伊头度的招数的，还是家己慢慢扣，拢一点一滴扣要创啊？但即个时阵发动攻击，否则的话，你无可能一时间5000名的火箭呢，这哪有可能嘛？这表示讲有准备，那么代表讲吼。以色列的进步绝对是失灵的，这是爱检讨的啦。但是呢，这摆我相信，以色列应该对哈马斯的大部分的实力大概消灭去。我是讲补充讲哦，绝对吼要入去，入去了后就分区吼，比如什么林奈，咱想啊，林奈区、大安区哦，是要分开吼挂开，了后较部队较入去扫荡，这是有可能哦，有可能讲你消灭吼，我们叫人心肉体，甲你消灭。啊，毋过伊囝孙佫会生啊，吼，这是足麻烦，就是说你无法度吼，甲囡仔拢抬死啊，所以这足麻烦的。所以咱像古早讲啊，古早吼，比如你工程破了，10岁以上的拢甲你抬死，吼，所以这足惨定的。你无即马社会无可能做到即马，所以你有法度吼，一时阵吼，甲这新年人吼，咱大人消灭，啊，你去囡仔咧，囡仔佫会大，所以我感觉吼，伊爸吼，还是讲以色列甲哈马斯吼。最重要嘛是爱坐落来谈判，你也无谈判吼，无解，绝对无解。刘老师，咱看到哈马斯吼，差不多超过一半的人吼是善经的啦，爱人道救援啦。善经在81.5%的人吼，生活在善经线下下。是。81.5%，爱人道救援58%。是。人口的密度吼，全世界第一啦。比香港、比新加坡，咱台北市也去排无班呢。是啊。内面吼，我看有一寡公务啦，但是嘛有即个善称的所在吼。伊到底是靠啥物来维生呢？伊有通做生意，虽然我知影讲，伊逐工有超过15000个人入去以色列内面工作。你记得30岁爱有结婚啊有家累的人才可以申请。你年轻人是不独身啊，袂使，独身啊无啊！而且他那个边界口早上5点关门的时候，他们4点多就要去排队，让他检查以后过了以后去那边工作，晚上6、7点、7、8点回来的时候，又要再排队一次回来。用这类方式，其实以色列用这种方式，其实他要你觉得非常的痛苦，要你搬走。所以他现在为什么？用的方式是我让你生活过得很辛苦，我让你没水没电，我就是希望你走，而且你只要一走，我不可能让你回来。所以这为什么巴勒斯坦人一直不愿意走？他们知道以前的例子是，我只要离开这个家，我就是被占了，所以不可能走。巴勒斯坦人现在是撑住，而且他们的妇女，其实在巴勒斯坦我们真正去查的时候，他们的妇女的就学率。就是知识水平是最高的，在整个中东国家。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愿意生8个、10个孩子？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一定要跟以色列打。所以我多生几个孩子以后是为了国家而死的。那你现在说，其实你如果真的去看70万，当时从70万人留在那边，托阿嘎基麦230万在加沙，几百万在约旦河西岸，这些人有多少的家人朋友都有被以色列的军人不管是残杀或者直接抓进监狱里面，这些的恨其实都在的。那西方人一直认为说，我只要给你一些好处，你会忘了这一些仇恨，这些仇恨是不可能这样就取消的，因为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我们的故土，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对以色列人来说，他西元前586年的时候，其实就被赶走过。西元前538年的时候，被波斯的国王放回来一次。第2次灭国是西元70年的时候灭国到1948年。所以在国际法里面，
大家认为说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是以色列人的？是我巴勒斯坦从以前2000多年以来我就没有离开过的地方，你现在要把我强赶走，我怎么会愿意走？而且现在你以色列人说，我现在100万人往南部走，而且希望能够透过埃及开边界，让他进入到埃及。对不起，没有一个国家。因为以色列就一直说，你们都是阿拉伯人，你们为什么不接受巴勒斯坦人？你们明明都一直在说阿拉伯人啊，你们是兄弟啊，你为什么不接受这些巴勒斯坦到你们国家里面？没有一个人敢真正接受，因为中东国家牵涉到太多政治、经济、宗教的问题。你像约旦来说好了，约旦是一个人为的国家，他的国王，那个哈希买家族是从今天的沙烏地被赶出来的，他跟约旦人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而且在这里面，约旦35%是那个巴勒斯坦不是。35%是约旦人，65%是巴勒斯坦人。所以，为什么在1970年代的时候，有阿拉法特要巴勒斯坦推翻那个约旦国王？对，所以是国内会有战争的。现在是没有人敢收巴勒斯坦。老师，安尼讲一句哈，如果譬如讲，咱不是咧呼应中国的这种讲法，就是讲啊，无你巴勒斯坦你通我建国，恁就建国啊，你即马互你好好啊建国。啊，大家坐落来谈，以这为前提来谈，敢有可能安尼就是之前曾经有这个机会，哈，1993年的时候奥斯陆协定，可是1995年的时候自己那个签订协定，以色列签订协定的总理被暗杀，被犹太极端分子暗杀，所以你其实不是巴勒斯坦愿意就可以。是犹太人在里面的极端分子也不见得会愿意，而且还有更值得去观察的是，在我当时候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去做以色列外交政策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犹太人真的在以色列人累了倦了，他们愿意让土地给巴勒斯坦人，说我们互相建国。可是问题是，在海外的犹太人。不见得会愿意让国内的犹太人觉得你应该要让步，所以海外的犹太人，你看到的美以公司委员会这些有多少海外的犹太团体支持美以公司委员会，去影响到以色列国内政治。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只有在以色列内部去看，你要看在美国、在欧洲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说，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再一次灭国，瓜吉海德。对，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让，绝对不能让。对不起，以色列我们的犹太的朋友，其实在以色列内部他们是累了，他们是倦了。他们说让出一点有什么关系？我们只要能够和平相处。因为怕那6、7届，你嘛无捌输给嘛，对，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有太多因素。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都认为说是以色列内部问题，不是，还有外部的犹太人的问题，也是在。介入还有阿拉伯人，最主要每一个人都各怀鬼胎，有些人好，你说伊朗人利用哈马斯，这是真的。问题是哈马斯也愿意甘心去利用啊，对，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以巴冲突之间，他会变重要性。紊乱嘛，对，你嘛是上后面2分钟你甲人讲，像头仔老师讲的，人因内部嘛有忝啊，嘛真忝啊，只敢人收迄个 APP 讲火钱要来啊，大家密啊安怎？难道外口的这个，譬如讲无在以色列土地上的这个美国甲以色列这游说团体，无法度请各市讲，无安尼大家好好来讲，二处好谈啊呢？安尼来看待啊，吼，就是讲。2个国家是足侪中国、美国、其他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都支持啊！吼，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吼，以这个1947年联合国文化局认为讲，以这个约旦河西岸的即马巴勒斯坦这个所在，吼，由巴勒斯坦来建国，吼，但是这个是足长一个目标啊，吼，即马的目标应该。并不是讲要来建立这个巴勒斯坦的国家，即马这个目标就是讲，安那来和这个哈马斯
伊这加大做人，会当来问题会当来解决，吼，带进解决这个问题，啊，来扶持这个约旦河西岸这个温和派，这个巴勒斯坦的自治当局，然后来谈判，吼，所以就是讲，有足侪会。要有补助啦，要有补助。伊朗也能够加入这个战局啊！哦，我看这个就是讲对全世界来讲都是足复杂哦。乌克兰、以色列、哈马斯，应该是以色列跟哈马斯就好，将这个冲突的焦点会当啊缩小。假如能够缩小，这个介大啊，这个危机的解读啊。所以袂使伊讲哦，哈马斯我来讲，咱要来建构啊。